属于哈。还是没实事。这个你跟你讲，欲界的众生，这个有在重心啊。咱现在要出站咧，咱叫做出站吼，修行咧出站的高站，就是你欲界站的安尼，佢唔识界，唔识个个，欲界识界，佢唔识界，到底三界以外啦。修行上界修的个参学讲，而且欲界名下边安尼打足放下来，那个是放下来，是放得下。林中遥望，也习惯放得下，林中遥望。咱若心中甲去用甲足的物件，始终放下来，严重的时阵咧，你无听过啦哈？那讲今日生活如年，你有牵挂生活如年，你老挂来挂掉时阵咧，你完嘅，无跟讲出来，一个我上头，一个个阿爸什么呀？啊，就是。好啊，香啊吼，啊个厝诶摕客家，啊第二啊个，第查尔啊，伊是买少尔，伊都问嘅，啊问嘅都大家咁都讲啊，阿你是咩话？即係雲州呢條先至我比較，我唔多，啊有個好用嘅，哇！要即係要多啲要搞出去嗰啲。啊，我都唔能嘅，即係講嘅，啊，我講呀，要開發展，啊，你發展都唔關，哇，你發展都唔關，你發我這個點都冇關，你就過來，我過嚟就英文嘅，啊，我嚟我嚟啊，我給人嘅哇，都錯嘅，就是這裡呢，咱人當中時候，無條件嘅事情，這個事情。这之前因为咱编出这惯性，做成惯性放下来啊，无在不同点，无钱反倒咧，出门我若出门个地路经过吼，你袂知，做啊几下啦吼，出门话个地无经过，伊就吼，几只几个人咧，啊但你若这个叫来挂你就晓得，伊就会变咧喏，一定啊除了地大无经过，你经过嚟啊，啊我都话我情况啊，你看嘛，地面这这好水嘅。但是我习惯说他是宅，啊宅做东西咧做乜喂？宅是你理解嘅，一方面是理解，一方面是理解啦。宅係當做空間，啊宅買分嘅啦嚇，唔通空嘅喎。即係人家宅本來就好啊，你世界宅，你世界宅，世界都知道冇人啦。啊但是你是變相是咱呢邊就有但是唔係即係主要，即係講你能是好啲，好啲，好啲。我都認為講好，但係咧，我哋開始，開始做下點嘅啦，就整個應該生意嘅，開嚟即係他生意，啊，你開嚟是啊，你是做呢？所以那邊有錢，我哋點啦？本身愛來做幾多個？啊，小姐咧，愛財咧，用啲唔多啦嚇，所以財也突然嘅重要關，你個邏輯。在買出那個店，都可以咁樣做。哦，這種是在嘢，但是公司吼，我係不一樣啦。用大中間，未使冇錢，冇使冇使，未使冇錢，未使冇錢。所以有些地區的人，你難解樓的都是這個觀點啊，我講下這地方是挺重要的。也許能告訴你當中間都有。你能仔細睇下，所以吼，慢慢公平一點就別講啦。也是一定要記得到有問題啦。都該，這個上來，為今天這個角度，一直中央會，中央會。一直中央會，為什麼沒有跟你講這個？沒有跟你講這個，這個用哪個語言啊？連首先這個你早就看懂都不理了。我們在講經文的時候，講三寶說會，這個我們心中的東西啊。會，
你现在来讲，有做别人的时候，我不论谈辩，我不论辩解。就是你讲做啦，即来讲，我免讲这方面，我来变成了等于当其中贵人所奉为各所谓的什么哦，那是各位的什么？其实错了，我不用他听我不用这，我也不用听，但是我的变成了不对啊。我们没有经过这个过程里面的接近会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达到解脱生死啊。阿罗汉修改。就是用那个有改人修改，我们第一句就是修改，这个就是这里讲这色这时这是赢价混，这是修改中间受不了，赢价混这三个在大家当中呢是分开的，所以阿罗汉修到这个呢是修改，就是从这个里面开始。那这里面的叫这个东西，这里面，每天他们叫人家他们人从学法在控制人家的啊，这三个代表你的精子健康的状态里面，就有一种超然解脱的现象。但是我们今天是传这个这，也是传这个定，直接传我们本来当时就给人的中央会从你开始，从你去培养智慧，从没有地位去说定的过程。你这就有戒，这有戒，就像这个方面，干，忙一忙，一些忙一些，这些方面说了，忙一些，忙个什么，忙个破忙个开忙买啊，再，什么，再什么，看得起，再什么呢？建不好看得起的，然后你听我，我看到我错了，太错了，太错了！看，你这个不合，你看你体力，哦，按照你这名家当中，这回去的名家，我们这贵人改当中哦，没有经过这两个过程里面，直接从一水中央会开启我们本来的智慧那个光明，从这里面去了解说。但是我们摆我地位，我把我地位，当我地位在其中呢，我们国民在教嘛，地位啊，现在其实跟不别在教，不别了教，那个事情那里怎么样？你明白啊？那里教。当你地位的实践当中，以后那边里面给你关了，你关了，你给你嘛，给你那边给创那个创啊，你主人就都是以前我有建立原因。所以上分人从会修习，下分人从戒修习啊。所以我们一般到管理那个法门，那个中央会的法门，生活的地方是从智慧的光明启动我们的生命，然后进入到戒定的功能里面来去做一切。做了地方回三天三十了，不去功力啊，那改那么三天，这改你为那没太宽了，改不能读啊。我教练他当的，其实我里面地位解决解了，员工加上走廊、六廊、这堂课、这演出、这我考，这地域公平，就是中间事情等标，就等标，就是你的智慧出来，光出来，所有业障慢慢就解决。你修人解脱，人打脱，有对有道理，首先我们就比较慢了，有这种方比较慢了。你会得到那一点自在以后，你会哇，这里我玩这家委，玩这家委的，你记得前年三年前同学都摆都是感动的，你今天咱你重点我就去走或者关的，你其他关了，多家长你的学习这种里边，你自己我在这里边，永远你拿到钱再多，钱再大，结果照样不会花，就你我的那些话。这五年我有谁人，你找到谁人，也是嘞。做什么样的做或者关节多，钱多那些，要用到那就快啦，快来啦。咱变成功，你们听了，我这到后面了。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无论往哪里，你还是永远在这里啊，在这里啊，你稍微注意啊，你今天干出棺材当中，这个是我。
咱人的主要就是变了，这会严重就是因为慢慢减，就是咧增加这些，唔是咧追关系，唔是咧成对好料，到最后就一个这，啊，全部到无天无地，无天无多，咁这无存啦，中国啊，中国大学，中国年度咧咱哋中国我头先你记住啦，一种人如今看出有如今。但是看一个人结婚失败，一看就知影啦。你到底啥问题？你看一个家庭的兴衰，看一个家庭兴衰哦，但是我是做这种嘢，是做这个，为什么家庭安宁？但是你看一个家庭兴衰，就係我呢個家庭嘅做到壞啦。那概念不太簡單。第一，看這個困到非常精神啦。我哋嘅家孫，我阿講嘅家孫哦。是困到几个地嘅，是困到8张、9张、10张就掉起来，但是结果掉起来，你话讲，记得无？看家孙困到几张地面，健康，看那个家孙有咧做出来康的咯，出来康袂到帮忙咧，啊，我爸爸康过来，3个月康过来，你爸爸是保证人，我这规开开在哪里？在哪里好？大包啊，老板在哪里？开在哪里？是咧。我把我不对，你说啊，我就老嘞，我没得对，那我不知道在从前的最高啊，评估呢，我现在在几呢？你说咱们东西讲对这里啦，必须说你到底在哪里呢？最高评分没有，现在结果我要看呢，以后评到有这个，还要评上，这有好多问题啊。我为嘛我去老百姓跟评上，但是我在这评上我得给他收管真的，就是嘛后来的，我也。我哋冇得喺度辦法啊快，一啲特別撐佢哋啊，或者先我哋嘅自己喺度，都話我成百，我都好快啊，好快啊，這樣子我有水平，不能就唔不能話親人就多呀，大家上電咧，我哋會而家唔得啦，做嘢點嘅啦，你將會出嘅有交錢唔嘅冇，一見到光啲條，眼睛真係見到光啲人點解？都俾他看到，小來我叫我發瘋，一個回去了，我哪見到誰？我如你啊？他說很難哦，人品啊，這關係電腦嚟做，簡單難咧，係才看不到的。這兩個先發，我哋追求你啊，必然係，到底追求你嘅理想，你相關嘅理想，這樣做，做他們的理念，我們這個是他們的社會。